多謝大家嘅掌聲，但呢個掌聲歸俾上帝啊！願上帝得着佢自己嘅榮耀。有一段時間較早一段時間呢，係我去咗一個旅程啊。呢個先講今日主題嚇。我今日主題係講自由同自限，喺哥林多前書10章23、11至11節嚇。如果大家咧你有紙本手經或者你有電子聖經嘅話咧，我提議你咧你可以翻到去哥林多前書10章。其實我哋今日會睇有6章、8章同10章嘅內容嚇。你先翻去哥林多前書，以至我哋陣間可以一齊更多嘅睇到嚇。可以嗬。我較早前去咗一個旅程，呢個係我自己喺7月份嘅時候出發嘅。咁嗰個旅程呢係去西班牙嘅，一般人呢會叫做朝聖之路或者聖雅各之路。咁佢係點樣呢？佢係去由西班牙，即係佢由唔同嘅地方，可能你由葡國或者係西班牙或者係法國出發。跟住最後大家個終點咧都去到西班牙聖地亞哥一間叫德孔波斯特拉聖雅各大教堂裏面。傳說聖徒雅各嘅遺骨咧就安葬呢個教堂裏面。咁由中世紀開始，其實都有啲一啲嘅信徒啦，佢哋因為信仰嘅緣故，佢哋會去行一段路嘅。咁嗰段路咧係幾長咧？嗰段路其實有而家今天咧，其實有10個唔同嘅，有起碼有10個唔同嘅路線，視乎你哋去邊度出發嘅。咁最遠嗰條路線咧係大概行780公里，即係一般人你估行幾日？冇乜概念係嘛？一般人咧大概行30至40天嘅路程。咁1993年呢條路徑咧就被列為咗聯合國嘅世界文化遺產嘅。咁當然啦，佢如果你去到嗰個終點咧，係會有張即係證書證明你行到咗嘅。當然去到今天嘅人咧，就好坦白講，佢都有做過統計嘅，即係其實今天嘅人咧，基本上都唔係因為信仰嘅原因去行啦。好多時為咗經歷下徒步旅行啊，鍛鍊下身體啊，或者途中有一啲嘅即係有啲嘅沉思靜，即係心靈嘅即係沉思嘅原因去行呢條路。今天好少人因為我要去朝聖去行呢條路嚇。咁好多人行嘅喎。以2025年嚟講咧，有50萬全世界嘅人咧係行呢條路，即係經歷呢段路程。咁我咧就不自量力咁樣上個月去咗行啦。嗱，我唔係行30天至40天嗰個，我行最短嘅路程。佢最短路程要行100公里，去到個目的地咧就可攞到證書。我行最短嘅路程喺加拿大個叫 Sarnia 嘅地方去出發，咁行咗5天嚇，咁啊每日行20幾公里，最多日行咗好似30公里嚇，咁就去到個目的地嚇。咁呢個地方咧係點行咧？即係你見到都係因為鄉村嘅地方啊。好多佢都有現成嘅路，即係你唔使真係爬上山咁用手用腳爬嘅，佢都係啲現成嘅道路啦。咁但係好多人行嘅，我初第一日行話，我覺得好似行松山咁樣，虛冚啊，好虛冚係嘛？跟住有啲人咧係騎馬行，有啲人咧就騎單車行，大部分人都係徒步行。咁大家點知行邊條路咧？就係喺路上面咧，佢會有好多呢一啲嘅指示嘅石柱啦。知俾你睇，仲有幾多里去到目的地，同埋各方向邊度行咁樣嘅。咁就每日就6點幾鐘出發，因為你知西班牙而家都好熱啊嘛，早出發就早到，即係每日停嘅地方可能3、4點到就冇熱咁耐。其實我今日唔係同你想分享呢個旅程，我想分享其中一樣喺呢個旅程裏面令我有多一啲信仰嘅反思嘅內容嚇。咁呢個係證書啊，呢個即係你行完程成嘅證書。個證書點攞到咧？就係咧有一個嘅所謂嘅蓋印護照啊，即係你由你嘅出發地去到終點裏面咧，每日嘅路程咧喺路上蓋到3個印嚇，然之後你去到呢個終點咧，佢檢查你嘅證書咧就好啦，你合格啦，就發個證書俾你。咁呢個證書咧就即係你沿途好多點咧都可以為你蓋印嘅，即係打卡啊嚇，即係有啲係餐廳又為你打卡。小旅館又為你打卡，小教堂都有嘅
咁佢哋好願意為你打卡。咁沿途當中有啲嘅打卡點咧，係一啲人自己去，即係有啲當地人自己設立嘅。咁啊，有兩件事令我有點嘅反想嘅。其中有個打卡點咧喺呢度，係第一天嘅。咁有一個因為佢哋打扮成女巫同可能巫師吧，咁佢哋呢一 pair 咁咧就設立咗一個打卡點。咁好多時候作為旅客，你可能去到嗰度蓋個印，你就好自然好啦，我可能俾少少錢佢啦，俾1個歐羅咁樣作為一個少少嘅回報咁樣啦。咁咧佢呢個印咧就好靚嘅，即係呢個印係一個好精緻嘅，即係靚意思即係精緻嘅女巫嘅印。咁我哋嗰個團咧就有9個人，包括埋我咧，有個大隊咁。咁當中仲有我，仲有2個基督徒嘅弟兄姊妹嚇。咁啊，我哋就開始思想，咁我去到呢個店打唔打呢個印號咧？嗱，你要明白咧，作為一個旅客咧，佢哋揸住本護照好興奮，去到邊都話要打印，希望蓋滿晒，盡量地多。所以大家係好多時候帶咗一個好期待嘅心去唔同嘅點去蓋印。究竟即係呢個印，呢個巫師一個巫婆打扮嘅，我究竟去唔去蓋佢哋嘅印號咧？好啦，跟住去到第二日咧，呢個咧就另一個好細嘅教堂，咁裡面有一個佢話係神父啦，同埋佢係失明嘅。咁佢都係蓋印嘅，但係佢話咧，呢個失明嘅神父佢蓋為啲旅客嘅祝福咧，所謂中國人所謂特別嘅靈驗咁樣嘅。咁同樣啦，你見到呢啲位咧都特別多人去排隊嘅，因為對於好多人嚟講，呢啲位呢啲所謂領受祝福嘅位都好受歡迎。咁我哋呢3個信主去到呢位又諗其實呢個印我哋使唔使打咧？嗱，我唔知道，如果係你去到旅程啦，好興奮啦，大家一齊行啦，好多點啦，你會唔會照跟住去做咧？呢個令我翻嚟澳門嘅時候落反想其實作為一個有信仰嘅弟兄姊妹，我哋有陣時候有啲位，我哋係咪會不如我哋唔好跟啦，係嘛？雖然我個心都好興奮，好想做，係咪即係呢個唔應該做嘅位？但同我哋有弟兄姊妹覺得唔緊要啦，去旅行啫嘛，係嘛？得意啊嘛，同埋神知道我心係點諗嘅，神係看我內心，唔係淨純粹看我表面嘅行為啊。即係有時都會有呢一啲嘅即係心裏面嘅互動嘅對話。咁我翻到嚟澳門啦，翻到澳門之後咧，遇幾件事，我唔知你有冇遇到？啱啱教會有一個嘅認識嘅弟兄佢過身我哋嘅弟兄一個長者過身。係啦，咁我哋就去參加佢嘅一個追思禮啦。但當中係佢家有部分係信主，有部分唔信主。好啦，咁我哋就代表教會去封一個所謂嘅白金啊！大家知道乜嘢係白金咁你有個好簡單嘅討論，咁我哋封單數同封雙數咧，係咪？即係如果喺信仰裏，我哋知道，咁冇所謂嘅喎。咁我哋信主，即係唔會跟隨中國人嘅所謂嘅習俗封單數，中國人覺得即係喺白事裏面唔好成雙啊嘛，係咪？封單數就加1蚊落去嗰啲咧。咁但係喺我哋嘅信仰唔需要跟隨呢啲嘅喎，係咪？但又要考慮，對方呢個家庭裏面其實好多人都未信嘅喎，佢哋點樣收到個白金係雙數時，佢會考慮啲話你其實會唔會即係識唔識睇痛嘅咧？會唔會有呢個咁嘅想法？好似教會或者基督徒好似有時唔係好懂睇痛咧？我唔知你有冇試過有時呢啲考量啊？咁去到所以今日我好想睇，其實聖經保羅咧喺呢方面咧，佢都有好多嘅分享俾我哋，有啲嘅原則嘅。嘗試咧，今天咧同大家整理呢方面原則，好讓我哋將來咧真係喺行事，我哋做一啲決定嘅時候咧，冇錯，我哋係可以有自由做好多決定，但願我哋所做嘅決定都係喺上帝嘅心意裏面嚇。我哋一齊祈禱。天父咧，我哋多謝你，讓我哋一齊咧分開你自己嘅話語，願意咧你嘅話都引導我哋行走今日每一天嘅腳程。的確咧喺作為你嘅兒女，好多事情我哋都要做個選擇。我哋有時係有自由做好多嘅事，因為咧真理使我們得自由。但有時候我哋做呢啲選擇嘅時候，我哋有冇真係得罪你或者拉到人呢？主啊，求你都今日藉住保羅喺呢啲方面佢教導嘅時候，俾我哋有一個認識，好讓我哋咧作一個榮神益人嘅榮耀你嘅信徒。造福其他人嘅一個信徒，
我哋多謝你咁聽我哋嘅禱告，奉主名求，阿門。如果你稍為翻開咧，哥林多前書第10章我哋段經文，其實保羅咧講咗一個好我哋好常遇到嘅，即係喺中國人傳統裏面都好常遇到嘅問題，就係哥林多教會裏面咧，佢哋有一個嘅處境咧，就係佢哋當然有初信主嘅外邦人啦嚇，但係都當時都有好多嘅嗰個地方都係一個好多偶像啊、神廟啊，好多充斥住偶像崇拜假神嘅地方。佢當時咧係本來要應對一個關於獻祭吃祭物嘅一個問題啊。當地咧佢哋因為有好多神廟啦，於是乎好多獻祭嘅活動啦。咁呢啲好多時都係啲群體活動嘅喎。咁佢哋咧會喺廟裏面可能做一啲嘅祭祀嘅儀式，跟住咧將祭物獻俾偶像啲肉食啊等等嘅嘢，好多呢啲嘅好似一個公眾嘅禮儀嘅公眾社交場合咁樣，跟住大家咧就係好似個流水席咁樣去分享呢啲嘅祭物啦，呢啲肉食啦。嗱，如果咧作為一個哥林多人嚇，如果你拒絕呢啲公眾嘅祭禮咧，有陣時候咧就會好似唔係好合群啊，好似咧將自己分別出嚟嚇。咁呢啲嘅好多時呢啲喺廟宇裏面嘅筵席咧，係有好多嘅外邦人參與喺當中，因為好多時咧都係一啲好似社交場合。咁你知啦，食祭肉啊，有陣時啲獻祭跟住喺呢個宴會裏面食唔晒嘅祭肉嚇，或者用不着嘅祭肉，就會攞咗去市場裏面出售啦。咁於是乎咧，市場出售好多咧係即係拜過偶像嘅嗰啲嘅祭肉嚇。咁當時有啲初信嘅基督徒咧，佢就為咗避免自己有機會買到呢啲嘅祭肉，係覺得如果我買咗翻嚟，原來係獻過祭俾偶像，我覺得好似對主耶穌有啲虧欠啊。所以咧有啲文獻話咧，有啲基督徒甚至係為咗避免呢個事情發生，乾脆唔食肉啦，食素啦。咁如果你去人哋屋企作客咧，都有機會咧，人哋端出嚟個餸菜裏面咧，當中有呢一啲嘅祭過神嘅啲肉食嘅。咁如果你係當時有啲嘅專業嘅團體裏面咧，有陣時呢嗰啲即係所謂嘅界別團體，佢哋有啲嘅活動咧，都會喺啲廟裏面進行嘅。咁我哋作為界別團體一份子，有陣時都被邀請我哋參與呢一啲嘅活動。咁你知道如果唔去咧，你可能會有壓力嘅喎，即係喺個祭。其實今天都係嘅喎。今天有陣時候我哋會有譬如你係做建築嘅，呢個地盤開始開工啦，咁好多時都會有裝香切燒豬係咪？拍電影都會啦，係咪？開工禮都會有呢啲嘅傳統嘅儀式啦。又或者你去到公司翻工，都有人可能鬧你夾錢買六合彩啦，呢期即係多寶獎金好多啊咁。有陣時都會有呢一啲嘅情景嘅。我聽過弟兄姊妹話，佢有一次屋企嘅聚會咧，選擇咗去一間類似佛堂嘅地方去食齋菜嚇。咁如果你啲情景嘅時候，其實我哋作為弟兄姊妹，我哋信主嘅，我哋點樣自處咧？其實保羅就喺一段嘅文章、呢一段嘅經文裏面，佢就想即係處理個問題，即係點樣保守自己喺信仰上面唔跌倒，但係都唔好想到令到其他嘅人跌倒嘅啲方法，最終咧希望達到榮神益人。保羅啲原則嘅，佢首先話到咧，如果嗰件事係面對，即係我哋自己作為一個信徒，我哋自己嘅立場係乜嘢咧？我哋自己立場就做事情，我哋要考慮益處，唔好受到轄制嚇。喺多倫多人咧，佢哋有一句嘅格言啊，係6章嘅12節。佢哋好多時咧都會有一個咁樣嘅講法。佢話咧6章12節話：凡事我都可行，呢個係佢哋嘅格言，即係話我追求做事，我有做事自由嘅嗰個權利，冇規限去限制我做咩嘢。咩嘢我都係做嘅，咁所以哥林多人咧就好多時根據呢一個嘅格言，佢係放任佢自己嘅身體、佢自己嘅慾望去行事。但保羅卻係加咗後面一句12節下半節，佢話：但不是凡事都有益處嚇，凡事都可行，但無論哪一件我都不受他的轄制。保羅呢度咧，佢講到的確。當時好多人咧覺得，食物都為咗我肚腹啫，我有肚腹都為咗享受食物，我身體有食物嘅需要，我自然可以
需要食物啦，咁我就即係可以放任去食啦。正如我身體有一個情慾嘅需要，我都可以即係去通過去同妓女發生關係，滿足我身體嘅需要。所以好多時佢哋用呢個格言咧去支持佢哋自己喺生活上面一啲嘅放任。嗱，如果睇翻我哋作為基督徒嚇，我哋的而且確有某程度好大嘅自由。過年我哋知啦，我哋好多人初一十五初一初二唔掃地噶嘛，跟住掃走啲財氣噶嘛，係咪傳統會咁樣？又或者初三唔好去拜年啦，因為咧你會赤口，好多即係好多傳統嘅講法嚇。但係我哋信主嘅，我哋冇呢啲噶嘛，係咪啊？誒照樣啦，要掃地就掃地啦，係咪？大家要拜年都唔一定要擇某個日子啊。有啲即係我記得我媽媽條話，初一十五唔好洗頭啊，冇聽過呢啲啊？係啦係啊，即係老長一輩佢哋會咁樣諗。咁的確咧，真理使我哋自由，你明白真理嘅時候咧，我哋知道呢啲係可以我哋有自由去唔跟從嚇。的確咧，我哋都有呢一啲嘅自由。但保羅咧卻係講到咧，佢話咧係對於吃喺廟裏面嘅祭物咧，佢留意佢話大家要遠避拜偶像嘅事嚇。係10章嘅14個，特別咧你要遠避拜偶像嘅事。佢背後咩原因？佢唔係考慮話食咗呢啲嘅祭物就會有咩可怕嘅法力令到食咗會肚痛，又或者咧食咗呢啲祭物之後咧呢啲嘅偶像咧就有啲嘅特別嘅方法去加害你基督徒。佢唔係呢個意思，佢意思係話咧我哋思想主餐嘅意義啊。主餐我哋弟兄姊妹一同，我哋一齊領受餅，我哋一齊領受杯，背後意思係咩？我哋一齊領受耶穌基督喺十架上面嘅恩典嚇。我哋同主係聯合嘅。保羅話：既然我哋同主係聯合，當然我哋唔可以再同其他嘅外邦人嘅鬼神去聯合，因為喺外邦人嘅佢嘅思想裏面咧，佢哋所獻嘅祭啊，佢哋所獻俾偶像嘅祭，其實係獻俾你嘅神明，或者講得達啲係獻俾鬼。咁所以話。保羅話：佢唔希望弟兄姊妹既然同鬼有任何嘅往來，所以保羅立場話咧，唔好去廟裏面食一啲拜偶像嘅筵席。所以佢特別提，其實的而且確，我哋嘅信仰裏面喺耶穌基督裏面真理係有自由，但係我哋有時都會思想係咪每一件事都對我哋有益處咧？係造就到我哋咧？同埋會唔會呢件事每件事冇錯有自由做？但唔會成為呢個自由，成為咧我不做不可嘅一種嘅心裏面嘅約束咧。所以呢個係保羅佢提出嘅。其實我相信我哋大部分人都會好多時係都會明白上帝真係邊啲心意，邊啲事係唔合乎上帝嘅心意去做。好多時我哋都會明白，但係有時我哋都會即係揾啲藉口去幫助自己咧合理化我想做嘅事情，係嘛？即係神會明白嘅，神會即係寬恕嘅，又或者其實即係而家時代唔同啦，同以前嘅睇法唔一樣啦。又或者咧我咁樣做時，我太過律法主義啦。而家時代唔係咁樣，即係有時我哋都會去合理化去自己嘅行為。保羅話：的確凡事都可行，但我哋每件事情咧在自己身上嘅時候，你諗下有冇益處？嗱，你睇翻哥林多弟兄姊妹，當佢哋真係唔去拒絕去廟裏面去食嗰啲祭肉或者參與嗰啲嘅偶像崇敬拜嘅時候咧，其實佢都面對好多壓力嘅喎，社交嘅壓力啦，可能係有工作上啊，可能你嘅專業上面都會有壓力俾你嘅同伴嘅壓力。但係保羅佢係提我哋每一個人啊，的而且確，就算今天你要拒絕呢啲事咧，有陣時你都要有壓力嘅。保羅提到咧喺10章嘅13節，保羅咧特別佢提到佢話咧，我哋所受嘅考驗，10章13節，無非係人所承受得了的。神是信實的，他不會讓我們遭受無法承受嘅考驗。喺人受考驗嘅時候，總會給你們開出一條出路，讓你們能忍受得了。呢個咧，保羅去翻耶穌嗰度，佢話考驗係會有嘅。但要翻耶穌嗰度，靠住耶穌，神明白我哋真係要面對考驗，會開出條路。我今年都喺我哋有個姊妹都真實嘅經歷咗呢一幕。呢位姊妹咧信日子唔算好長嚇，但係佢嘅家族裏面唯一一個，今天係唯一一個嘅信徒，亦都係佢家族裏面唯一一個孫媳婦啊，
即係唯一個媳婦嚇。咁今年嘅遇件事就係咧一個長輩過身啊，即係夫家嘅長輩過身。咁都係一個傳統道教嘅家庭啦。咁好自然，即係作為孫媳婦，你好自然就即係要參與一個道教家庭嘅各種儀式當中。咁為咗呢件事情咧，姊妹即係心裏面咧忐忑咗好幾天嚇。佢知道神嘅教導係點樣，唔應該參與喺呢啲事情當中，但係又明白其實喺家裏面佢有佢作為一個孫媳婦嘅一種嘅壓力嚇，一種要面對要出席嘅壓力。我哋都為佢禱告嚇。最後好奇妙，上帝開嗰條路係點樣呢？我都完全冇諗到，就係嗰日喺我哋所謂嘅坐夜係嘛儀式嗰日姊妹嘅家人咧有個突然間病咗，佢必須要去醫院去照顧佢家人，所以嗰個傍晚咧佢冇辦法去到嗰個儀式裏面，冇辦法參與，冇辦法出現嚇。屋企人都知道，都盡量諒解接受，所以成晚佢唔需要出現喺嗰個儀式裏面，唔需要去做任何參與當中。即係你睇翻哇，我哋之後都覺得哇好奇妙，冇錯，屋企人後來係平安嘅，即係呢個家人，即係上帝開嗰條路係真係可以幫助我哋嘅，係可以讓我哋勝得過試探。好，除咗面對自己之外，保羅都講另一個方面嚇。保羅話咁面對一啲信主嘅人，當我哋有啲事情要做決定，面對信主，我哋又去點樣呢？當中可能都有啲，即係你知道弟兄姊妹當中可能有唔同嘅信主嘅歷程啦，唔同嘅日子啦，唔同嘅生命嘅經歷啦。佢提我哋，佢話運用信仰知識嘅時候，要顧及你嘅言行能唔能夠叫對方呢個弟兄姊妹去成長。呢個第8章裏面講，佢裏面發生咩事呢？佢話當時咧喺哥林多裏面咧有一派，即係有一啲嘅信主嘅人咧，你可以話係屬靈派，即係佢哋咧係對信仰嘅知識好豐富嘅，比較豐富。關於祭個偶像嘅食物咧，呢一啲嘅弟兄姊妹咧，佢哋好清楚知道，我哋都有知識嘅。佢哋知道咧，偶像喺世上算不得什麼，亦都好清楚神只有一位，冇其他嘅。呢個係8章4至6節，即係話咧，佢哋好有呢個信仰知識。當然啦，只有一位父，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主。佢哋好清楚咧，萬物都係從基督、從神而嚟嘅，包括我哋都係屬於主。所以咧，佢哋對於神嘅認識並且都有信心。所以佢哋咧就會覺得佢哋可以判斷，咁我哋就可以食祭物啦，因為食咗都唔係咩一回事嚇。咁保羅嘅觀點係點呢？保羅話，即其實保羅係同意佢哋呢一種嘅認識係正確嘅。但係保羅提醒佢話咧，當你有呢個認識、有呢種知識之餘，你要識得運用你即係知識嘅態度，你點樣去運用呢？喺當中你活出有愛心嘅原則，你要關顧其他弟兄姊妹嘅良心啊！我哋睇8章嘅7節啊，8章7節保羅咁樣講，佢話咧：可是不是人人都有這知識，唔係個個都認識咁樣，同你一樣嘅。有人到而家因為拜慣咗偶像，仍以為所吃嘅係祭過偶像嘅食物。即係話，雖然有信主弟兄姊妹咧，佢哋都係信咗主，不過佢哋仍然係拜偶像嘅。過去嘅嗰種嘅文化、嗰種習慣太深遠，佢哋仲以為咧嗰啲食物仍然都係拜過偶像，仍然係偶像有力量影響，所以咧佢哋可能咧會好怕食嗰啲食物，但係好似食喎如果食咗咧，就會唔會係即係帶住害怕嘅心，仍然去食嗰啲食物嚇？咁但係咧，即係你知道憑住聖經有講話，如果帶住疑心去食嘅時候咧，就係罪嚟㗎嘛。咁所以佢哋帶住害怕嘅心，又繼續去食呢啲食物，其實對佢哋嘅生命係唔好啊。所以保羅話咧，佢哋嘅良心軟弱，呢個第7節也就污穢了。所以即係保羅話，如果你要考慮其他嘅弟兄姊妹佢嘅良心啊，如果佢係信心軟弱嘅人，佢見到咧，哇，一個有信仰好知識或者信住好多年。好似站立好穩嘅人，佢都走到好公然去到啲廟院裏參加啲祭物嘅流水席嘅時候，咁樣
你就會令佢有所誤會啦。佢誤會可能係乜嘢？佢誤會可能會係原來基督徒咧都係可以接觸拜偶像嘅嘢喎。於是咧佢就會點啊？佢就會放膽咁樣食。保羅話：佢就會放膽去食嗰啲祭過偶像嘅物。佢會以為咧敬拜神同敬拜偶像兩者可以配合，即係簡單可以兩者都敬拜，一腳踏兩船。佢會以為咁樣嘅情景嘅喎。所以呢個會造成佢哋嗰個信仰上面嘅沉淪。所以保羅佢話：一個有信仰知識嘅人咧，你可以隨己意去食祭偶像嘅物嘅自由，但你呢個自由，你呢個嘅知識可能會成為另一個軟弱弟兄姊妹佢嘅絆腳石。8章12節佢話咧：他們這樣得罪弟兄啊，即係直情，如果你真係唔考慮其他人就去行使你嘅知識同你嘅自由嘅時候，你就變口得罪弟兄，傷害佢哋軟弱嘅良心，就等同於得罪基督。得罪基督，保羅話你咁樣係得罪基督，叫一個人去跌倒。但其實對於屬靈有知識嘅人呢，即係所謂當時嘅屬靈派，佢哋應該知道嘅，食物唔可以讓人去更接近上帝。所以其實人唔食亦都無損，食都無益。所以人係有自由去決定去食唔食，但係其實你食咗唔會令你更親近上帝。咁所以喺呢個決定裏面咧，你要寫下你自己一啲嘅隨意食植物嗰個自由去選擇，唔好去到廟裏面食物，為嘅係為咗別人，為嘅係因為要出於愛心，要保護啲軟弱嘅肢體嚇，要做出一個自限。喺自由裏面，你做出一個自限，亦都係有自由去做出自限。嗱，犧牲自己嘅自由其實唔係我哋人嘅本性嚟嘅喎。但我哋思想，其實耶穌都係先為我哋犧牲，先為我哋擺上，以致我哋能夠成為神嘅兒女。所以我哋都學習為別人嘅好處去作啲犧牲。你諗下邊個選擇能夠去幫助人嘅生命成長？呢個哪吒嚇，我相信大家去年吧，我冇記錯，去年呢個電影啊，卡通片好受歡迎嚇，因為全中國唔知幾多億嘅嘅觀眾嚇。咁其實去年咧好多人都去睇呢套電影嚇，佢係因為裡面包括講到中國嘅神話嚇，神話裡面係哪吒等等好多嘅故事嘅背景都係一啲神話、一啲嘅邪惡啊等等嘅嘢。嗱，你思想下。如果你係一個少年主日學嘅導師，又或者係一個家長，如果小朋友話去，或者係會唔會帶佢哋去睇呢個電影？你帶佢睇電影嘅時候，你心裏面要諗下點樣去讓佢生命得益處咯？唔係純粹睇，即係你留意，因為呢個電影嚟講，你冇當中冇引導裏面咧，小朋友未必係完全明白嘅，佢就當作嗰啲嘢咧係真係會係正常嘅咁樣嘅出現嘅喎，因為電影裏面有講到嘛。所以當你去做呢啲嘅事情嘅時候咧，你要思想，我點樣？冇錯，我帶唔帶佢去咧？又或者我帶佢去時，我點樣去幫佢係當中能夠有益處，唔係純粹成一個娛樂咧？呢個都係我哋大人啊，我哋即係保羅所謂屬靈嘅人啊，我哋要知道要思考嘅事情。隔離呢張相咧係我最近影嘅。有一件事都令我心裏面係好難過，或者好有想法嘅。喺我喺南環區啊，我公司樓下咧有一間好大嘅金行嘅。咁早幾天我見到咧有一對兄妹啊，大哥哥可能都係7、8歲，妹妹可能4、5歲，咁經過個金鋪行過，金鋪好多窗櫥嗬，其中一個窗櫥咧放咗一啲嘅偶像嘅金器啦嚇。好多都有啦，唔係常見。咁我見到呢個7、8歲嘅哥哥咧，就即刻停低，即刻咧做一個跪拜嘅姿勢啊！唔止一下喎，係幾下喎，真係。咁妹妹喺側邊就望住哥哥。即係當我睇到呢一幕，你明白即係其實咧，你可以想像到呢個家長咧，可能平時都有好多啲拜祭嘅行為係嘛？佢喺廟裏面好都明白嘅，廟裏面好多呢啲物體嘛，但冇諗到咧呢個印象喺個小朋友心裏面咧，去到咧金鋪展示出嚟嗰啲咧，唔喺廟裏面嘅佢都去拜啊。
所以我哋要明白，即係對於小孩子都係信心軟弱下，都係認識知識唔多，或者你有時弟兄姊妹或者慕道朋友都係嘅，都唔係認識好多。我哋要明白，我哋有陣時候我哋做嘅事情啊，我哋咪淨係諗自己嘅益處，我都要明白，我對方有冇益處呢？我點樣幫助佢造就呢？要不然呢，佢會唔會係耳濡目染就誤會咗，將個信仰裏面好多混淆裏面呢？好啦，面對頭先你講面對有信仰嘅信主弟兄姊妹，保羅都講到面對未信嘅人又點樣呢？呢個係10章23至31節嚇。坦白講，縱然你唔去廟裏面食嗰啲流水席嚇，呢個係保羅話你唔可以咁樣做嘅嚇。但好多時候你都會食到祭肉噶嘛，作為一個弟兄姊妹，你明白佢哋當時嘅場景。咁保羅呢度呢，佢分咗2個唔同嘅場景去同弟兄姊妹。佢話呢，如果嗰啲嘅食物係喺市場裏面都賣㗎啦，係咪？咁既然如果你去到市場買肉，你都分唔到㗎嘛，係咪？咁你就買翻嚟嘅，咁你就唔好分啦，你就只管憑住信心去食嚇。佢係10章嘅25節，佢咁樣講。佢話呢，凡市場上10章25節，凡市場上所賣的，你們只管吃，不要為良心嘅緣故問什麼。唔好諗住，哎呀，我買錯嚿係拜個偶像嘅，會唔會虧欠上帝？即係冇諗咁多啦。你買翻嚟就食啦。背後保羅佢講翻嗰個原則係咩呢？佢話呢，因為呢，地和其中所充滿嘅都屬於主嘅，食物嘅來源啊，萬物都係屬於主嘅。食物嘅來源唔係嚟自偶像，食物來源係嚟自上帝。既然係咁樣嘅時候，你就放心吃啦，唔需要擔心，唔需要諗太多嘢，要對上帝有信心，就唔需要刻意物嘅肉販呢嚿有冇拜過偶像？即係你唔好問，你問咗時候你係咪買？唔好問啦。咁啊，第二個場景啦，另一種場景就話咧，當時都有一啲非信徒，即係外邦人啦，佢可能都會請一啲基督徒去食飯嘅喎。咁對方你知道啦，好似今天可能一個未信主朋友邀請佢屋企去你屋企食飯，咁都即係邀請你去佢屋企作客，都會有呢啲情況嘅嘛，係咪？咁就對方善意嘅嘛。嗱，從傳福音嘅角度嚟講係好嘅喎，因為對方未信主，佢邀請你食飯，咁咪有機會大家分享信仰嘅嘢。咁保羅話咧，你可以去，你可唔去嘅。不過如果你選擇咗去嘅話咧，咁你就唔好再問擺喺即係呢啲有冇祭肉當中，即係嗰個主人家攞嚟乜嘢咧，你就照食啦。個原則都同頭先一樣嘅，因為天地萬物都屬於上帝，你就唔需要特別問，即係主人擺到乜嘢你就食啦。你唔需要為咗自己良心有冇虧欠上帝而故意問。你問咗咁你食定唔食啊？問咗之後，咁唔好問啦，反正即係天地屬於主嘅。好啦，咁但係都有機會咧，就係咧個主人家咧，可能咧佢有善意，佢知道你係基督徒，可能都明白基督徒咧喺食偶像拜個偶像肉裏面可能有啲討論嘅。於是乎咧，佢出於好意咧，第28節話咧，佢話咧，若人對你説這是獻過祭的物，即係好好心啊，同你講聲話呢個拜個偶像嘅，咁啊，即係同你講聲，但你自己去做一個決定啊。佢係出於善意咁樣做嘅。好啦，咁你點樣做呢？咁保羅就話28章28節下半節，佢話為咗嗰個告訴你們嘅人，並為了良心嘅緣故，就不吃。我所講嘅良心唔係你自己嘅，而係對方嘅。即係話保羅話，既然佢都同你講咗，咁你就選擇唔好食啦。背後原因係話，你就即係你放棄你去食嗰種之後，縱然你好明白真理，你係可以食都冇影響，你可以食可以唔食，你都有呢個自由，你的而且確係有。但保羅話為咗對方嘅緣故，你唔好吃啦。佢話對方嘅良心，其實即係對方嘅觀感啊，無非因為保羅話唔好讓我嘅自由啲成為別人良心嘅論斷。如果我謝恩吃，為什麼因我嘅謝恩而俾人毀謗呢？嗱，你思想下，你唔食嘅時候，其實帶出一個訊息，讓對方知道，基督徒係唔參與偶像嘅祭祀啊等等嘅嘢，唔會讓對方誤會基督徒咧係喺尊崇主耶穌上面係冇界線冇原則，讓佢都知道即係敬拜基督嘅唔會同時參與偶像嘅祭祀呢個方面。但另一方面，當你為住謝恩嘅心，你就真係去咗食嘅時候咧，
帶出嚟，對方可能個觀感會點樣諗啊？佢哋覺得喂，咁啲基督徒咁奇怪嘅嚇，話唔參與偶像嘅當中，但係好似為咗有好處有肉食你就去咗食。因為當時食肉唔似你今天嘅人一樣，為食肉都係啲唔容易，即係比較難得嘅事情。你好似為咗有好處嘅時候咧，你又好似即係越過咗你嘅信仰裡面嗰種嘅界線喎。你食有時候就代表你即係唔承認嗰啲係出於偶像。咁所以保羅話為咗對方嘅觀感，為咗對方嘅良心，咁你就唔好吃啦。其實最終嘅係第31節，保羅提到咧，佢話你哋或吃或喝，10章31節，無論做乜嘢都要為榮耀神而做。呢個係保羅佢最核心嘅想法。佢話無論你哋不要使猶太人，即係話一啲有認識上帝但係可能未曾接受耶穌基督係救主嘅人啦，希臘人即係啲外邦人唔信神嘅人啦，或神教會中嘅人，即係弟兄姊妹，唔可以讓呢啲任何人去跌倒。但願你哋都像我一樣，凡事都使眾人喜歡，不求自己益處，只求眾人嘅益處，使他們得救。呢個係保羅佢所俾出嘅原則裏面最核心嘅一樣，就我哋所做嘅事情要榮耀上帝嘅，我哋所作嘅係對人有益處，不管嗰個係信主嘅未信主嘅，都要對嗰個對方係有益處，唔好淨係求自己嘅益處。喺度思想到呢一點嘅時候，可能你有自由，有一啲嘅知識，但係你都為咗對方嘅好處，你願意放低。其實耶穌都同我哋展示過咁樣嘅一個嘅樣式嘅，喺約翰福音第4章，耶穌同一個撒瑪利亞嘅婦人去談道嚇。當時喺猶太人眼中，撒瑪利亞人呢係一啲不潔淨嘅人啦，係猶太人同撒瑪利亞係唔交往嘅，唔好話同佢談道、同佢同台食飯等等嘅嘢都唔會做。喺當時猶太人，如果佢哋係由猶太地佢哋去加利利嘅時候咧，佢哋為咗唔經過中間嘅撒瑪利亞，佢哋會繞道而行嘅，因為佢哋唔想接觸撒瑪利亞呢個地方嘅人。但係約翰福音4章，佢耶穌裏面佢做咗件事呵，佢有一次佢真係要咁樣嘅，由猶太地去加利利，但係佢卻係直行經過撒瑪利亞，為咗就同一個撒瑪利亞喺井旁攞水嘅婦人去談道。如果今天嘅人你睇，你可以話耶穌係一個夫子，係猶太人嘅夫子，係一個真係好有知識嘅人啦，係一個屬神嘅人。今天我哋看得即係你可話耶穌好似放下身段，佢放低佢自己，冇錯佢有呢個知識，冇錯佢有呢個自由，但佢願意為咗去拯救呢一個嘅撒瑪利亞婦人。佢一個已經有幾個丈夫，佢係咧即係心靈好空虛一個女子，佢願意咁樣做，去到去同佢傳福音，然後又藉住佢更多嘅撒瑪利亞人呢，亦都認識福音。所以耶穌佢呢個可能喺當時嘅人眼中好破格嘅一個做法，卻係出於要祝福對方嘅一個做法。保羅話呢，最後一節係11章嘅一節，佢話你們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保羅好似好大口氣，喂，你哋跟我學啦。保羅話因為我所作嘅，其實我係效法耶穌基督嘅。你看我做一個樣式。保羅係點嘅樣式啊？保羅咧，佢話咧，佢曾經同弟兄姊妹講，其實佢都有權靠住福音吃喝嘅喎，因為吃福音嘅飯嚇，去被供養、接受供養嚇，其實係一個權利嚟嘅喎。但保羅唔想人誤會，佢甘願咧放低呢個權利，唔食福音嘅飯，佢自己搭帳棚去供養佢同佢嘅同工。保羅亦都話咧，9章20節，佢話為咗福音嘅緣故咧，佢喺唔同文化嘅人當中咧，佢願意投入佢哋嘅當中，見軟弱嘅人，佢就作軟弱嘅人；見有律法嘅人，佢作有律法嘅人；沒有律法嘅人咧，佢甘願作沒有律法嘅人。背後為嘅就係要救一些人，要得一些人。保羅所作嘅就係佢為咗上帝，為咗福音嘅緣故，佢要擺低，佢甘願擺低。所以保羅話咧，你哋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
所以弟兄姊妹咧，我唔知下一次你幾時會遇到一啲場景，你要做一啲我究竟點樣做好咧嘅決定。但願今日保羅佢話到，唔單單係真理，唔單單係你嘅自由，更係要思想愛心嘅原則、愛心嘅基礎喺背後，其實係點樣去讓人得着益處呢？做同唔做的確有好多自由，但點樣去讓人得着益處，讓人嘅生命能夠有成長，讓人嘅信仰唔好跌倒，呢個更係要考量嘅地方。最後呢，我哋有一個分享或思考嘅內容啊！你有冇遇過食偶像食物嘅難處啊？食唔食嘅難處有係嘛？我都試過有次，以前我媽將拜過神嘅雞塞咗落我個冰箱嗰度，咁我食唔好唔食好咧？如果阿媽問起我你食咗未啊？咁我可唔可以如實答咧？咁即係我都有呢個難處啊！點樣處理咧？有啲難處喺呢個處理，你同別人可唔可以都得着益處咧？第二個你可以分享思考問題咧。我哋知道為耶穌基督而活係一個榮耀神嗬。你有冇試過咧？有啲情景你係犧牲咗自己嘅益處，為嘅係要你身邊嘅人佢得着益處咧？有冇試過呢啲事情？係嘛？可能都有嘅。有機會咧，我哋去分享，我哋都喺團契裏面去分享，亦都可以將來你嘅生活當中咧多啲嘅遇到呢啲事情嘅時候，我哋多啲明白保羅今日對我哋嘅提醒嚇。我哋一齊禱告。主耶穌咧係真理，使我哋得自由。的確，我哋感謝你喺真理當中咧，我哋好多事情唔需要跟隨世俗嘅價值觀，唔需要甚至咧我哋唔需要擔心介意一啲風俗嘅一啲嘅規限，因為我知道你係獨一嘅神，你係愛我哋嘅主，並且你係天地萬物嘅獨一嘅真神。主啊，願意咧今日你藉住保羅教導，當我哋面對唔同嘅處境要做咗選擇嘅時候，我哋唔單單真係高舉我哋嘅真理，高舉我哋嘅自由，但我哋更係要明白，更係要考量我哋所行嘅，或者我哋所不行嘅，對人帶嚟乜嘢益處，對對方嘅生命能唔能夠造就，又或者唔讓對方嘅生命去跌倒，好讓呢我哋身邊嘅人，我哋嘅弟兄姊妹能夠有成長，能夠喺信仰裏面咧站立得穩，能夠咧喺世俗裏面、工作裏面、唔同嘅場景裏面，我哋都有好多嘅難處，好多嘅掙扎兩難，好讓我哋能夠知道點樣去面對，去同耶穌你一齊去面對，讓你去帶住我哋去衝過。主啊，願意我哋每一個人真係咧學習如何榮神益人。主啊，好多事情唔係咁容易去一刀切，但願我哋每一個人都有謙卑嘅心。我哋謙卑唔係我哋知道萬事，唔係我哋知道萬事點樣處理。主啊，我哋謙卑你跟前，從你尋求智慧，尋求依靠，亦尋求信心，幫助我哋度過，幫助我哋作出合乎你心意、榮耀你嘅選擇。我哋咁樣禱告交託，奉耶穌嘅名祈禱，阿門。